大家好啊，筆姐姐講馬頻道又同各位見面啦。睇撚完片記住俾個 like 我喎，想繼續睇我片嘅，可以訂閱我頻道㗎，多啲人留言幫我推下片啦。琴晚少少唔舒服，好早瞓咗，出唔到片，所以搞到遲咗，今日先出片，講聲唔好意思先。好啦，又同大家講件無厘頭事件先。琴日去北角某條街買餸，行到去街尾時，突然有條60幾歲嘅大叔走埋我面前，竟然開口問我咩價錢啊！我聽完興到閪水都滾埋，即時大聲屌柒佢，講乜撚嘢啊？叫雞睇路先得㗎，因撚住仆街死啊！之後佢好似嚇到鳩都縮咁，即時閃開咗咯，正一冚家產嚟嘅。不過我心諗，自己唔係去到嗰啲貨色啩。好啦，廢話講完，又要傾返我哋嘅主題先。今晚谷草9場賽事，我嘅心水重心馬又同大家逐隻分析先。首先，第一隻，第一場5班草地12，3號馬嘅歡樂飛區，4歲馬落到嚟5班，上一場谷草1200都開撚似見有走勢㗎啦。進度嚟得好啲嘅話，隨時可以起快嘅，除非係好含得撚嗰啲馬就冇得好講啦。再睇睇呢場揾一隻俾人好有突出感嘅形勢馬，都唔係咁柒意，就不如跟進一下呢啲有進步空間嘅馬好過啦。今場加鳩咗面罩執到個2檔，希望出閘可能以跟返上前啲走，應該更加容易發揮好啲嘅。呢場騎師突然改配大黑鳩董明朗，神課同試閘都見佢落撚足心機㗎啦，唔似話橫掂都走咯，求其騎撚埋佢鳩就個種心態嘅。而且我覺得呢場感覺好有雪中送炭氣氛喎，係咪真係人間有情呢？希望大黑鳩董明朗贏返場頭馬先啦，我就搏呢隻啦。好啦，又要傾第二隻咯。第3場4班草地1200，6號馬嘅比特星，上一場谷草1200，黃寶妮妹妹由頭搶住走，入到直路，依然係威係勢，可惜臨門緊緊輸撚咗俾隻超班馬，阿妹都激到閪毛都甩咗幾條添，不過水準就好鳩高㗎啦，呢場磅位要孭126磅，唔算太頂磅喎，而家評分51分啫。仲有大撚把世界啦！我心目中覺得呢隻起碼都係4班嘅班頂馬嚟嘅，執咗個5檔，應該都係一鳩樣，好容易一早搶頭走叫糊先㗎啦。小妮子妹妹跌傷咗，騎師潘頓呢條大奸鳩，唔該都冇聲就攞閪咗嚟騎，好似大鳩晒咁。練馬師何然今季接手呢隻馬？睇落手法就比較急進啲嘅，估計今場正面搏殺心態好閪高嘅，我呢場就稱返呢隻馬啦。好啦，再嚟第3隻，第8場3班草地1650，呢場我要返隻6號馬，超勝無敵。上一場谷草1650大熱就輸撚咗，解釋理由就話，因為戴咗個開篷眼罩，全程走勢唔撚係咁暢順。所以影響咗演出水準。好啦，今場再出，即刻除鳩返個眼罩，係咪應該交返啲水準俾大家睇呢？唔會打自己嘴巴同搏俾人屌啩？呢場無邊隻係放頭馬，相信佢9檔都好撚快切到入內欄，好輕鬆去自造步速響前面帶頭走嘅，跑法就好撚大優勢嘅，騎師依然係潘頓條大奸鳩。我哋又用陰謀論去推算，上一次咩從飛熱鳩辣辣大熱死火，今場就有閪翻些少嘅賠率分頭，而且又有配備變數嘅因素，相信唔會鳩噏啩。我哋係咪要跟進多一次呢隻馬呢？所以我會追多次呢隻馬。好啦，最後一隻，第9場3班草地1200，6號馬嘅輕功猛男。上一場響4班谷草1200贏馬，孭撚住頂磅做出3班嘅標準時間，
好柒勁喎，呢場升返上3班，照計數都應該仲能有機會嘅。孭磅就減返8磅，有返少少着數。大家又會有懷疑，呢隻馬響3班未能入過3甲較喎。不過我就睇返佢神課，從化操練，依然做閪到火紅火綠，唔鳩似放軟手腳心態喎。執個5檔，依然係有利嘅檔位。騎師都係霍宏星條奶閪仔，佢係咪要博取騎師賽嘅入場機會？會全晚博鳩盡呢？上一場見佢發揮呢隻馬都相當出鳩色嘅，呢場既然有返啲賠率分頭嘅，我就單博佢冷門位置，一定有收穫嘅，買多幾包姨媽巾錢，就靠呢隻馬啦。好啦，心水重心馬，又同大家詳細分析完啦。重複一下俾各位睇先。第一場3號馬嘅歡樂飛區，跟住第3場6號馬嘅比特星，再嚟第8場6號馬嘅超勝無敵，最後第9場6號馬嘅輕功猛男。好啦，各位認為呢幾隻馬有冇參考價值呢？好啦，筆姐姐又要同大家講拜拜咯。送個 goodbye kiss 俾大家先，下次再見。